上车的时候呢，会先教他先在原地练习。哦，眼睛看前面，肩膀放松，手肘弯曲，然后会告诉他这个是后轮刹车、前轮刹车，然后再练习说如何停车、回油，左手右手2只脚在下，先原地操作，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开始。就是我们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很容易会有挫折感，但在教练的指导下，给一些小技巧，我们就可以很成功的通过那些关卡。停车再开那个标志很重要，就我们有些时候过路口的时候看到停，但有些时候以为只要稍微减速没有人就直接过去，但实际上要完整停在那边，然后确认安全才能通过。最难是 U 字形的那个关卡，标志、标线还有号志，停车再开始指导，白虚线叫车道线，还有哪里要打方向灯，还有直线7秒平衡的重要性。交通部持续推动了考照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已经获得各界的肯定。那么几年下来，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那从这个大数据的统计呢，我们可以发现到有训练的跟没有训练的。那么违规的部分呢，可以降低59%，肇事呢可以降低36%。那如果能够在考后再参加驾训2.0的这个道路训练，那么违规风险还可以再降低到64%，肇事的这个部分呢还可以降低到51%。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大家知道暑期是很多学校放暑假，很多年轻朋友们他们都要靠汽机车来。那但机车的部分尤其特别危险，因为机车是肉包铁。那所以说，一方面我们推动这个骑乘机车戴安全嘛，但很重要就是你必须是合法的骑乘机车。什么叫合法的骑乘机车？你没有驾照就是不合法的骑乘机车。但事实上，它这个考试不管是笔试或是路考，都是对你将来在公路上、道路上行驶机车非常重要的一些专业的训练。好，但是有驾照、有戴安全帽，最重要的是你要遵守交通规则。好，那这样子下去3支箭下去，你就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8月4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行政院长杜英泰4号去到柳营区视察在区房屋修缮中建，期盼有分家人在后复原前进指挥所，配合厂商建立在区的模式，会当扩大进行。丹纳斯风台造成台南市社区面体毁损，市府甲中央合作，分17区共同协助灾民进行修缮。其中，柳营区、麻豆区以及东山区由水利署甲自来水公司负责协助。市长委托市立陪同行政院长杜英泰来到柳营区视察明体修缮进度。爱继续保持热度，甲阮支持就安尼啦，市长。一定。阮是安尼啦，阮老百姓就希望这样是安尼。了解。歹势，互你的生活就不好。恁用心啦，阮就改好啊。哦。行政院伫7月30号成立分家南灾后复原前进指挥所，无到1礼拜时间，中央负责部分已经有400多户接下当中，未来将以这种新的复原模式专力加速推动，将前进指挥所变成加速指挥所，加紧灾区重建。就中央我们前进指挥所那边的数字，也就400多户在接洽，有150几户已经签约。那么在短短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当中，这是一个新的模式的开始。那我要求，在这个模式底下，我们既然有了开始的经验，就要全力的加速推动。我们要把前进指挥所变成加速指挥所，让它能够按照这个模式来进行。委托嘛感谢行政院甲分家南灾后复原前进指挥所的努力，伫上短时间内媒合厂商甲灾民，帮助灾民快速找到适合时间的厂商。不但材料相对较便宜，阁有政府机关做见证。后续嘛将吸取中央，全力予灾区早日复原，予市民的生活早日回归正常。台南市政府
非常感谢工程会以及前进指挥所的我们陈主委、李副主委哈，大家一起努力，让从7月30号开始成立一次到现在，中间还经过2天的停班课。那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把民众跟厂商媒合，民众不必一家一家打电话，透过这个分区的媒合的厂商，最快的时间内能够找到合适的厂商，而且我们的区长都还在他们合约当作见证人，所以履约是没有问题的。材料的供应跟整体的复原的这个单位面积跟这成本也比较更便宜。另外，针对具有假收中介受理后新会灾民，房屋修缮将由政府统一处理，灾民唔免出任何费用。另外，也请经济部发起电器厂商捐赠活动，不仅在修复、检查电器的过程当中，会当予灾民折扣。更希望厂商会当照顾假收甲中介受理后的灾民，捐赠冷气、洗衫机等电器设备，帮助灾民完成家园的重建。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面对着台南市风台甲控制预备好好，台南农渔牧产业损失拢相当严重。基层农民甲渔民拢希望政府会当斗相共。立委赖慧媛4号第4届邀请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南下，共同甲农渔牧产业座谈，希望督促政府加速救助。立法委员赖慧媛上午邀集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包括农业部、环境部等单位。南下甲着农渔牧的产业第一线人员来座谈，因为顶一次会只有农粮署的官员，因此这次委员嘛特别邀请农业部政务处长胡宗义来带领，由着农业部做详细简报，希望帮助农渔牧对着申请救助有更加详细的了解。今天次长是我指定的，我指定的，为什么？上一次你们只有农粮署署长到。不是署长无够大，署长嘛足大的可是一个农粮署要去决策这么多的农业相关的一个事务，其实对他来讲，在权责上是有困难的所以也谢谢胡宗义次长今天那个到林县长，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站在第一线，结果回去做的一个结果，没有一个是可以执行的。你们跟我们的资料奇奇怪怪，卖插个无代志，插的阮。农会也去互骂，区公所也去互骂，无一个单位无去互骂到，阮服务处也去互骂，这个实在是很离谱啊！都已经到灾后快要30天，新的一个台风又要来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其实这一次这个台风太大了，也不是台南市政府一个量能可以去协助的，所以后来现在其实这些受灾户就是。房屋的受灾户，我们已经就是用各部会，这16个重灾区，我们已经用各部会，那就是去认养完毕。现场包括农渔牧有饲鸡、饲猪，甚至兰花业者、农渔会代表等出席。虽然现场有养鸡协会小处表示听到详细救助办法，不过对着政府补助的政策资讯上过头线，而且申请的定数嘛复杂，表示不满。甚至怀疑中央的规定跟着地方政府的认定，恐惊会有落差。既然这一次政府的美意是要协助我们农民来赶快修复这件事情，那我在这边呢，我只是把所有民众的诉求或是灾户的诉求告诉我们长官们。至于要做什么事情，我只是希望，我在重申，我只是希望，当我走到区公所的时候，这个承办人也很清楚你要申请什么，你受了什么灾害，而不是在文件上面或是在佐证上面的挑剔，告诉你说你这也使，你这别使，当然也爱讲，但是就把它划掉了，就牺牲了他是灾户去的心情。立委赖慧媛表示，敢若这届风灾，台南农渔牧的损失就超过14亿。显示灾情严重，甲着恢复的迫切性。农渔牧需要的是实质的援助，而不是复杂的公告甲着说明。因此，要求政府部门一定要诚实来回应灾民的诉求，尽量简化流程、统一标准，才会让救助的速度加紧来落实。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
丹那市丰泰造成台南徛街厝顶吹歹气，其中袂少是石棉厝顶，而且石棉阁是致癌物质，互人烦恼。4号台南市政府邀请生态专家说明。另外，针对着8月初2台南地区落好大雨，北门区文山里长批评水闸门哪会拢无开，水利局嘛做出解说。一个水门新的啦，结果两边的水，你也看。北门区文山里长冒着大雨走去水门看，发现内底水位竟然比外口的悬，批评政府无怪会淹水，代志伫网络传来传去，市府水利局是在访问到当地居民。8月初2 9点进前，才会潮位关下给。9点的时候刚好是可以退潮的时间啦，就是水位外面的水位比较低，刚好可以拆这个水门的时间这样。哦，所以在那个9点的时候刚好来操作水门是比较刚好的。是。8月初2南部地区落好大雨，当港透早北门区3点钟累积雨量突破100毫米，正拄着文山里满潮，若是闸门开去，恐惊会活水倒灌入去社区。这个闸门还是由我们专业人员有持续在监控，那也在适当的时机做一个适当的开启。另外，伫丹那市丰泰过后，灾区有袂少石棉厝遐厝顶，灾民嘛有真侪疑虑，网络顶的资讯真真假假。环保局伫只车内清代副校长嘛是动物专家来说明，是毋是致癌物质，要如何做清理？石棉我们基本上。在整个预防上面，就是要避免它经由吸入进入到我们的呼吸道里面。石棉网，它事实上是石棉跟水泥结合在一起的，它已经固结在水泥里面。我们只要戴着护目镜，戴着呼吸防护具。好，就是说你现在有受损，先去跟公所讲，不然就跟环保局讲。我们有这样一个通报的程序。民众若是要清除石棉厝遐，一定爱做好呼吸道防护措施，水莫互滚尘或白飞，嘛爱依照规定通报区公所也是环保局做清除。区公所会提供袋仔，3天内底就来载走。若清袂利，清洁队员会支援，希望伫上短时间内底完成石棉厝遐清理。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台南市农业局甲生活区农会合作举办美食料理推广活动，结合在地生活麻竹笋甲台南16号月光米，邀请现场民众来共同品尝。为支持在地农民实践对产地到饭桌的理念，市府农业局甲着生活区农会来合作，共同推广国产的美食，以着生活地区特色的农产为主轴。选用大坑地区盛产的麻竹笋，甲着台南改良场培育的台南16号月光面，料理成在地风味的竹笋咸饭，邀请着民众现场来品尝。农业局一定会叫咱生活者农民徛做伙。咱即届的活动做意义是因为咱改良场用心去研究出来台南上好食的16号月光面，啊咱。台南上好食的麻竹笋就是咱新化强联手做出来料理，一定大家赞不绝口。今日啦，咱这个米啊是配合咱台南改良场哦，这个台南16号这个月光米哦，咱改良场所育成的月光米。竹笋哦是咱在地咱山区食的麻竹啊笋哦，咱来做这个哦，做这个结合啊吼。是做这个咸饭啦，这个竹笋的咸饭。那么竹笋的咸饭啊，就是因山区在地啊，因过去啦，每3档拢会办这个打饭担啦。打饭担因这个竹笋的咸饭啊，是必须要有的啦。所以咱今日啦来推广这个美食料理啊，就是含山区的竹笋，含改良场的这个16号月光米来做结合。所以咱今日啦来推广这个美食料理，嘛希望所有这消费者会当加减支持咱台湾咱国产的这个美食。现场出席的除了农业局科长，还有议员李伟智，甲着余主清，以及农业部台南农改场的秘书。农改场表示，当初引进日本的月光米的品种，因为台湾甲着日本的日照无同，月光米适合地的日照。经过近年来不断的改良，
倒入长日照的基因。目前台南16号月光米已经达到95%成分，甲日本的品质同款。现场除了美食的推广，另外农会甲农业局嘛颁奖表扬。今年得到全国营养蜜头顶奖的在地得主和梅香。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弄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语高中戏剧节目《细说台湾》上新单元献舞华神宴，伫永康凌霄宝殿武陵宫举行开镜大典，现场组织来自全台200间宫庙代表，场面盛大阁庄严。台语古装戏剧节目最新单元《献舞华神宴》，2日上午在永康凌霄宝殿武龙宫庙城举办盛大的开镜典礼。开镜这天，现场除了来了许多影迷观众前来追星，还有来自全台各地近100间有功代表共襄盛举，一同祈求拍摄顺利，节目收视长红。主委王大明表示，玄武上帝神威显赫，灵应无数。剧组这次特别选定武龙宫作为开镜及拍摄场地，是对宫庙常年信仰力量与文化传承的肯定。新的神的灵，这个。佮包括现的器皿，拢融合这些在一起，到这个五粮新抓这，哟，当然啊，今仔日几百间宫祠庙堂齐聚一堂，这拢是咱的献舞上帝显化，所以啊，甲这样侪人来参与。永康武龙宫特别结缘合作要来讲这个玄天上帝的故事，由王大明主委牵线，这次会特别介绍玄天上帝他是如何来到台湾地区，而且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铁杵磨成绣花针，这句话就是玄天上帝的师父紫气东君、紫气元君在这部戏里面都会好好的介绍如何铁杵磨成绣花针，如何勤奋不懈的精神是这出戏这次特别强调的重点。谢谢。戏剧制作人陈威汉也向大众介绍这出戏剧的演员阵容。这次的演员呢，非常的老少咸宜，非常的跨界，有我们三立最熟的面孔玄天上帝中天大哥，我们的神明代言人来担任我们这一次武龙宫玄天上帝的角色，还有我们下将下拔来我们的紫气元君，这次也是非常关键的角色，还有我们的陈诗莹女主角，我们三立的御用女主角关嘉宇，关嘉也是我们的大爱男主角，都是非常老少咸宜。张俊耀、温少怀都是我们8点档的男主角们，这次老少咸宜，团队非常的坚强，非常的精彩，请大家非常期待。献舞华神宴3日正式在凌霄宝殿武龙宫开拍，经过1个多月的拍摄及后制，预计将在9月22日至10月3日期间播出，以戏剧手法呈现玄天上帝显灵助人的传说。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第20届戈壁沙漠挑战赛将伫9月28登场，时间要用双脚行121公里。新台 EMBA 今年同款有组队，3号57位企业主兼精英特别举办赛事大会，向整体台南的营业出征。戈壁挑战赛被誉为全球最具精神指标性的极限赛事，参赛者需要在4天内徒步121公里的荒漠，在高温、强风和沙砾中前行。考验的不只是体能毅力，更是面对压力时的决策力和团队默契。成大 EMBA 自11届开始参赛，今年已经第20届。受参赛过的学长姐3号特别齐聚一堂，举办誓师大会，来传承这份极限挑战的精神。原
本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参加戈壁挑战赛，因为觉得这是一件太疯狂的事，也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但现在有团体的力量，有团长带着我们一起前进，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出发，一起到达。我相信参加完戈20之后，我们全班的感情会变得更融洽。重点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像企业遇到一些逆境，怎么去克服？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历程。成大 EMBA 面对今年9月28号即将来临的戈20挑战赛，持续以赛代训来备战，并凝聚团队精神，希望再次证明真正的高阶管理人不只是坐在办公室的思考者，更是在实际场域可以做出关键判断的领航者。今年比赛也获得许多企业和精英赞助，将近300万来一同出征。企业家面对这样的挑战，能不能去克服？那除了克服实体上身体的那种痛苦之外，那包含就是心理上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我相信这样的精神应该可以带到各个企业里面去。EMBA 都是这各个领域的首长哈、专家哈，所以大家更应该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个心肺耐力的运动，绝对是我们能够促进健康的一个最佳的方式。这届戈20挑战赛，成大 EMBA 除了创下史上最多参赛人数，更希望成功逐梦，击败所有强敌，缔造荣耀。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2025超台北系列活动正式登场，其中第1届台北非常 Live 串联23间音乐展演空间，有计将查来超过55场音乐演出，让民众伫无同的场馆感受台北音乐文化的能量。记者会开场，由各大展演空间主理人组成限定乐团演出 Bon Jovi 经典歌曲《It's My Life》，让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副市长林奕华表示，台北非常 Live 今年首度以城市级规模办理，打造政府支持、场馆策展与音乐人共创的新模式，期望音乐成为台北最有力的文化语言。林奕华更当场献唱《小幸运》，为活动揭开序幕。台北现在打造了一个新的品牌，叫 Trendy Taipei 潮台北，里面很重要的城市行动就是我们台北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音乐。那音乐呢，当然就是我们的 Live House 扮演我们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这次呢，我们特别的就是台北 Super Live， 就希望大家呢能够从8月9号到9月7号，能够到我们所有的23个展演空间来看我们最多元的一个表演。我们呢 Trendy 台北里面分担对音乐产业的部分是最重要，再希望可以带动台北的演唱会经济。另外一个就应该是要把台北最强的生命力展现出来，而这个生命力呢，当然城市行动要展现就这个部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成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展现的 Live House。所以真的大家要看到台北的音乐太多元，我们有太多的音乐人都很厉害，不管是在演出或者创作。所以其实在这个 Trendy 台北，就希望让大家看到我们在上面的音乐能量。那不只是在这段时间来看他们的演出，而是随时 Live House 都会有最佳的面貌呈现在我们所有的民众的前面。这一次那个台北非常 Live 的活动，我们总共有23家的展演场所一起来共同响应。民间响应的部分，然后我们的音乐类型从传统的乐团演出以外，还有很特别的，包括耳机沉浸式的一个音乐会，还有就用戴着耳机听音乐的，然后还有不同的 ACG 的表演，然后包括从各地来的一些音乐人，芬兰啊、日本很多组的艺人共同来响应这个台北的音乐城市品牌。我想当然会参加了，因为我们台北最大的特色就是比其他城市有更多的 live house 音乐展演空间，这个特色一定要在城市音乐节里面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想我们会吧，我们有跟市长讲好，还有副市长跟我们大概要轮流跑很多的23家的 live house 都要去看一看，因为这是彰显台北音乐的特色，也是对这23家音乐展演空间最大的鼓励。真的有非常多元的，像举来说，有些可能我觉得蛮好玩，那郎祖云把说唱跟这个演出舞台剧
的音乐串联，这个我觉得我很有兴趣。还有像呢最年轻像 ACG 啊这种，那反正就是非常多元面貌，你都可以挑选到你很喜欢的类型的表演。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掌声鼓励，唱他完全不会唱的歌，没听过了。记者会更邀请金曲歌王林隆璇之子林廷汉与实力派歌手傅威分享世代交错的演出经验。傅威感性回忆早期音乐场景的多元风貌，强调 live 演出的珍贵价值。而林廷汉则从新世代角度出发，认为音乐与社群融合已成为趋势，并期盼每场演出都成为观众共同记忆的一部分。以前 MV 也没那么兴盛，所以大家会去在 live 现场听那个人唱什么。为什么live 的场域跟那个广场会这么多？就是欢迎大家来现场感受一下，因为演出的人他会在他的音乐上做他自己的排演跟演出，然后希望感动大家，这像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享受，那可以带到音乐的一种共振，会让大家觉得在家里看影片跟在现场听歌看表演是不一样的。对，其实专心的看 live 其实蛮棒的，因为其实乐手们乐手老师也很努力啊，很专注在音乐上。对啊，他们的表情啊、动作啊，你可以看哇，他现在在干嘛？活动自8月8号到9月7号登场，总计23家 Live House 音乐酒吧与餐厅的展演空间热烈响应，超过55场精彩演出接力登场。卡司来自世界各地以及本地新锐资深音乐人共同演出，让不同世代、不同语言与不同风格的声音交汇在台北城市中。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秀怀，咱再会。阿妈你好，我是来给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
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